迄时耶稣甲伊学生讲：人若爱缀我，因着看无家己，也是家来缀我。因为囝若爱救家己的性命的，要失落伊；囝若为着我失落性命的，要得着伊。侪跟缀耶稣的人就开始甲伊同行伊的旅程。因开始的脚步充满信心甲勇气，总是长路途话，搁弯巧，也充满坎坷的时，因就软弱，袂少人就离开伊，放下迄个信心的旅程。总是遐个继续跟缀主的人，耶稣就赐因异象，就是一条用目屎铺出来的路。伫路尾有12个在听候遐个跟缀耶稣的人，耶稣到路尾绝对袂互因家己去行迄条路。